冒天涯，古柏树叶是好重要，爱物脚也是古话长退役，上回关键要将港团结，让我本人开放港团结。大西马都一条无字眼，爱到冬夏高空来摘呀，面农山下摘到几个山下，爱住爱呀，好吹舌头，阿妹报嘅合作帮白妹讲嘅想法。来叫几多，上悲哀引流壮火，爱捉唔到叫水唔到，火风里是见对见人做，火风里是见对见人做。1939年，日本人甲盐呢等于米农。一件一件嘅颜料替米农起来，到民国66年，米农变成台湾最主要嘅盐的生产地。当时种盐的盐农超过1800人户，盐料将近有2000人吨。民国65年，米农的盐的产量爬上最高峰，成为名副名实的盐的王国。在盐业该旺盛的时节，米农整行除了盐农之外，像安尼嘅后生嘅，应该全部喺读书考大学。安尼好读书嘅风气，本一个小小嘅米农，出到500人为博士。民国67年，今年我高中3年，全联考还冇到2个月。不过，我甲我同学阿伟、富林甲太考的，根本无太考的紧张，每日书包的戳上戳下，优雅打怪。这时学校的同学还是爱念米农四大金刚。没用，拿来啊！啊，示范给你看。你大蚂蚁呢？改口，不要呼吸了，憋气了。大米豆，大米豆，大米豆，大米豆。喊得汹涌，大米豆。哎，杨姐，杨姐，都是你个死胖子啦！喘气那么大声，不喘会死哦。那已经憋住气了。2个奶子比女人还大，憋得住气才有鬼啊！找我很 QQ 鬼油谈心哦。哎，枪给呢？干呀！给你个头啦，给！上次差点把枪弄坏，我拿把大刀飞戏，你都不记得了？他奶奶个凶，阿发还在教室里。哎呦，我一起搞，你敢出面呢？吼凶他啦！走，今天让他当我们4大金刚的代表。哦耶！接下来欢迎吴再发代表上台2抗议。各位同学，在
再提醒大家一下，下午第一节军训课改成数学课，别弄错了哦。好啊，各位同学很好啊。上礼拜的数学小考，他这什么东西啊？肯西，都找西吧哎！哦，差一点点比较有面子哦，都是没打到，没得吃。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没打到？给钱，给钱！哎，就唔相信，听答案都掉去比来比去，更讲咱们答唔到。你有种，你要是打得到，我出双倍。嗨嗨！我给你拼了！老师教的不好是不是啊？10个同学都不及格，没关系。放学以后，我等下念到名字的，统统给我留下来，老师陪你们加强辅导。不再发。运气差了一点啊，59分。陈友惠，35。哦，有两个台灯呢，快来空中飞吧！哦！哦，对！哦！妈的嘞，算你运气好捡到，嘿嘿。哎呦，个老子的，你打到人家的帅哥了，这种格子很贵的。啊，真是的哦，给个啥？怎么办呐？怎么办呐？怎么办？算啊！走。快了！马富林还是0分啊！啊，你还是个保持0分啊！人呢？不是说叫到名字出来拿考卷吗？就这个呀！哼，看看啊，这个就是你们班的4大金刚啊！哦，知道自己考试考不好，一个一个跑得比那个3叫还要快。我看4大金刚哦，怪名讳，你都死在3叫的。啊！考得不好，全部做给大师傅了。喜出望外，这差一分就及格了。好嘞，来！其他几个同学啊，不要太开心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到，距离考试剩55天啦。上面。我说啊，你这烦恼本就甲安皮安太杂的。嘿嘿哦，哎，阿元说啊，你看啊，叶杂哦，有皮啊，有太杂啊，叶杂哦，该进步更啊买啊，该细杂的啥落起来啊，哎呦，保证好吃啦！时间过得真假啊，也这烦恼本就甲安皮安太杂的。哎呦，安姜吼，哎，阿进步说诶，是第八。好，我去请伊啦吼。进步嫂，进步嫂，进步嫂啊，你阿未哦，本啊。哦，按结束了也十分鸭的啊。每日啊，硬送硬哈，硬肉的啊，怪好吃哦。我感谢哦，今平日啦吼，多喊咧马祖上去创业啦，俺不跳吼，顺便夹菜。恭喜呢，你都考后未久啊吼，真是改好命呢。以后吼，有乖要读书啦，一天考会上，家己要太好。唉，迄爱好就好啊，你要发来成绩，你唔会差。伊哦，
明摆考试啊吼，拢有无及格的啦。哎，尤其安尼数学啊吼，无一摆及格过啦。人生啊，唔係只有讀書一條路，生來人啊，要知識，有擔當，做個男子漢夠重要。哎呦，唔免啦，阿元嫂，爱读书，做先生啊，考个公务人员啊，才有前途咩？这个主意不赖吧？与其把捏稿毁尸灭迹，不如把它火葬，然后埋在肚子里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嘿嘿，猪油、酱油，还有泡菜跟岩浆哦。我靠，太酷诶！唔该，你开的店全部搬来的哦，做买都摆出了行业，你外面安太撑的喏。哎，要弄就弄好吃一点，反正是男在弄，又不是你在弄。哎，刚刚泡的可好喝啊，去买点汽水来喝。哦，好香哦！哎，密斯还没靠进去。爱打的呢，爱先顺的。去买点汽水来喝。谁口渴谁去买啊！哎，顺便帮我买烟，我要长寿的。哎，你跳没意思的啦！是你才没有意思，现在才来。你这样唔嫌咪哈？你话呢？菜市本出面的长到了，根本舒服无起嘅，我被激死哦！做酒店出面的根本就会把舒服的靠近，万年董事谁都像猪的强用，不知道做什么春梦。哎，你好懒！风动也没了，哦真。这话该咯，蛮多呢，嘛该你冇做出晒片的哦。条会挨晒啦，番薯富林也来啦，太空的主都滚顺风咯。哦，你来就2片的哦。错，帮你去买烟跟汽水。对，去买汽水。好啦，买就买。哎，你们要留一点给我吃哦，要等我回来就剩下骨头同番薯皮哦。那你可要快一点哦，果子可是不等人的。哎，去我家外面阿婆槟榔摊买啊，那边比较近，过吊桥就到了。春秋茶室哦。怎样？你不敢去哦？我喊来！我喊来了！去就去啊！快点回来呀！不用给我吃哦！你死家里嘛，看着呢！我的，就底线！快点来啊！妈，我走去啊！啊，该死环保啊！竟然敢逃走！你死家里嘛，过来！快再回来！过来！你家里嘛，过来！莫走！过来！死家里嘛！快回来！再回来！你要死家里嘛？给他拿回来！没事，给他就给留住了。快，我走！往那边走的。打下来！小杂哦！我不要回去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太高哎！啊？后面那个在穿裤子那个，配你阿爸？我阿爸？没有啊，你乱讲啊！后面那个，
在那边呢？没有啊，哪有啊？不要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哎，太公，有人来啊！你家己嘛吼，在这话看要好高音，打，莫打伊马个林思晓，也莫也事情散开人啦。好嘞啦，你若做罢了，莫打嘞啦！你要他西跑退汗的迄无咯？伊要再起你莫甲逼啊！你甲我较细腻啊！夫人，你安尼无大无细哈？你若一个假小姐，甲你有啥物地带哈？你甲我回去。干什么小姐？伊是变态啦！变态！好啊，你莫出变态是安怎？撒回啦哈！你是介意因？我甲你讲啦，这小姐是用钱买回来啦。你若介意哦，就摕钱出来啊！你有钱无？无你即摆是讲些什么笑话哈？你嘛甲差不多嘞啦。对，你无汉万赏册，叫我放伊嘛，英雄救美哦，有钱啊，钱哪来啊？干好大顶高机啊！我怎算啥？你惊伊啊哈？你甲我等去读册，这无你代志啊！等这代志你莫插啦！阿母，你莫一直替伊讲话啦！什么伊啊伊哈？我甲你教几遍啦，伊是你的阿叔啦！我听你在放屁啦！无你即摆是什么态度哈？哎，看咯，哎无安好命啦，很期无三不四了，录就好的啦。哎呀，我来拍到安尼啦。伊做嘛可以打乱咯哈？哎呦妈，事情好好可以讲就好了啊！跟人打乱用又蛮做生意咯哈？好好讲就会谈啊，佮皮路认为穷样啊！好啦，好嘞啦，有嘛事情吼，规样个讲啦，该插回去啦。什么啦？你创啥货哈？我叫你等你无听用哈？让你气死啊！好啦，莫欠的啦，有嘛事情专样讲啦。行啦！实在有你气死！这快不忙，快点呀！徐老师们不都是好快呀，快忙，快点！发什么呆啦？记得多买几根烟呢。真才哥，才哥，昨天都没突然嚟哈，有冇才哥啊？阿婆，我洗干洗水。洗干咩？洗干洗水。俺年轻的细妹耶，可以讲生人呢，难怪以为上个头走。头正，我最低啊！乖乖咁樣，唔好話前晚有去頭台，都係噴法咯。阿婆，我去洗幾3年。3年哦。我即個腦。读书的生意呢，帮忙给人。冇啦，我爸買啦，請來用呀吼。買東西啊！杜牙面哈，乜嘢好答嘛？但嘢嘅行路聲，冇命係冇？你呢？出來啊！出來啊！你不知道，我被扭到了，我打到你了！師傅幫助！師傅幫助！幫助！幫助！啊！你咁樣先你過嘅哦，你冇命嘅啦，用個殺啦，怎麼辦啊？快走啊！快走你！幹嘛？你們怎麼都跑出來？
担心你啦。啊好啊，你可能要走进来啦，哈，死死鬼的狗毛黑娃啊！什么起点？我走啊！快一点啊！给你啦！鬼差，不然尿都就惨嘞！哎呦，我舅舅啊，也有那种果子，一只啊1-2万块，我吃了都不好意思哦。1-2万，很贵哦，你也能讲哦？新的狗要请多下来吗？放心啦，这抽水站那么破旧，我没有伪装的那么好，他没有那么聪明呐。不过，万一新的狗伊，你烦不烦呐？吃都吃了，不然怎样？难道要我吐出来还他哦？反正果子也没写名字，谁是谁的也不知道。你迄个唔免连打的，我讲遐地有咧无的啦。新的狗迄水鬼呢？专门讲你讲迄水鬼，你唔免讲笑的呢。怕什么啦？天空那么大，肯定是他自己飞来找子弹的，不然凭你的烂枪法，怎么可能射得到？没个意思，我的想法怎样？刚刚不骗过人哦。好了，别吵了。子弹呢？我们把这个藏起来啊，他就没有证据喽。反正阿星哥也没有看到，对不对啊？肯定没看到了，还好阿威把我拉住了。你厉害的嘞！2万块的捏杆都被你射到了哦。要不然游泳，妈某个后生。阿爸啦，新的狗，俺们唔看卖大条嘛，啊比赛应该搞的哦，喊得声。我唔知啦，唔知，唔老实讲哦，他们实在狗毛系话，唔免啦，真系唔免挨啦，唔系，我可能想走呢，我唔知啦，唔好因冇挨啦。乜走哈？快走！不准干！我做遐送的，我哈心爱哦。俺兄弟能变了呀？废话，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，不来这里要去哪里？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男的7岁呢？7岁？哪去啦？啊！你要死啦！好的啦，世上对的啦，等下本新的狗糖豆。你的听唔拉意思的啦，要出事情，马去吊桥同底来啊！我来猜死的不新的狗尿贼。来说啦，情形案件中咩？听没？今比有拉水啊，空口本人冰条的，汽车又放到天桥里，伫吊桥档又踩死的本摇下去，头前又险不新的狗尿走，该水的事情全部发生的啦。同学，俺觉得俺持续新的狗业界的已经拉水的。没想到唔比俺个惨哦！我真的，够啦！我看呐，你都那么衰了，你就继续衰下去吧。喂，来啦！走啦！哎呦，上天做假的哦，本来放一期啦，俺阿惨要有钱啦。上天。有伢好处养兄弟啦！好了啦，我也跟你说声对不起嘛，快点，演啊！不会啦。好啦，
啦？哦，感谢了太水神。哦，正，又是新乐园，不是叫你买长寿吗？你去死啦！我8七8，该看老爷卖不记得啦，将就一下会死啊！哎，刚刚在吊桥上那个 C 模哎，还卖呢？对啊，很整呢。李岸燕，你有底有讲没讲？我当然有看到啦。哦，这个大大的眼睛啊，长长的头发，真的是漂亮透喽。看到你阿爸差不多嘞。没错，你老爸就是我们店里的忠实客户。你老爸才在里面呢。我爸当然在里面啦、我老妈每天3炷香，拜得可勤了。玻璃，哑巴要做在哪里开玩笑啊？哎，刚刚在吊桥上面那个谁摸哎，到底是谁啦？嘿呀，嘿嘛你。对呀，好漂亮哦，我也有看到哎。啊？她叫陈美丽，是环保，超店的人都叫她丽丽。那他们为什么要打他啊？干，她好几次在超店大吵大闹，说要回苗栗山里，可能是苗栗山里的环保吧。难受了，他还要助理。干袂？你有底耶？南大人知道喽，咱爹爹的朋友啊，就是在庙里娶了个八婆，他们的眼睛啊，又大又漂亮哦。哎呦，你又按多好干哦。所以他是因为想家才大吵大闹要回去的哦。是喽嘿，他是被父母卖掉的。他以为啊，超店是帮忙做茶叶的地方，就笨笨的出来赚钱要帮父母还钱。到了这里，才知道是要陪男人的，所以就不肯啦。哦，你有没有按你啦？你们就这样走了，不要等我。天公已见了，下次考试你们就不要想我罩你们了。再见。先生阁有心呢，俺阿发啦吼做在主动，真是迄爱福气哦。教书吼，本来做现场的基因啦，韩国阿发了，过于聪明啦，迄个上行地位哦，听说考会到理想嘅学校。唐先生安尼讲啊吼，我就够放心的啦。唉，阿发也生意啊吼，也唔点样用的，却无法度专心读书啦。先生，请啉茶啦，慢用哦。多谢。奇怪呢，阿发要生意走回来啊，都见含钱贵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哦，以后应该马上会回来啦，唔知了解下听哈。哦好。啉茶啉茶。哦好。多谢。阿爸。你是鸟的啊？唔是学校读书，来去做事啊？免得规眼神无所所的哈？无啦，我器材忘了填度的啦。啊，有路唔去，你今天叫我做事啊？路条无冇看清楚。来看啦，有受伤吗？无啦。输入唔是脱干那去的。一些准时冲突的道理都唔懂。先生来呢，帮家家打招呼。先生来哦。
驚乜嘅啊？冇啊，無做虧心事啊！你唔驚鬼國門？嚟，上睇睇。好啦。某个时间煮饭作用中，很过分嘞。各位嘛该死啊哈！哦，又会冲到鬼神安尼无手手的呢？嚟，这阿爸也生气吼，想我考到较好嘅国立大学吼，所以说也水面3种嘅时间去上网读书的。刚刚那样吼，去拜托先生，好啊嘞，刚刚那样会补习无？然后唔是笑啦，听说袂啦。阿爸，真是的哦，學生比先生高蠻多啦。先生，請坐。坐啊！坐啊！哎呀，生人來咯，冇搞到係，看到而咩係呐？先生好。要坐。哦。阿妹，你當然幾啊？唔知佢來啊？冇啊。那我冇啊，因先生來錄卡了會叫人點啊？啊，你要做好生意，我多幾幾啊？唔講哦，唔係咩仔來面買古怪啊？冇啦，我喺腳踏茶發起嚟啦。腳頭茶快去。唔可能啊哈！鬼神按歐洲按用我吃飯啊！嫌疑細神，冇好上站好了，啊？哦，我也去洗身呢。按摩規矩，你先生來呀呢？坐。先生，多坐一下啦，過2行坐就好嚟啦吼。我看按野的吼，我先幾號啦。安尼哦。先生，10包貴。係啊，今日多拜拜又加菜呢，又好來是暗吼，唔是客氣啦。我想我請時間吼，來看阿爸還個幫袂好誒。安尼哦。安尼哦。哦，又唔係做太濟，讓我煮到暗青菜。媽祖上都有人按青菜啊，你點唔點哦？先生，多坐一下嘛。迄安尼啦，我個學校吼有隻學生個做羅志平，做皮皮個個有嘛？哦，太可愛啊！係啦，下晝吼唔是這邊來了啦，無來上課呢，故說我喺個卡了解一下嘛個事情。我喺洗身了。唔該啦，20歲年的啦，無睇無勢啦，也冇前村先生帶上這戶。快些哦，快些哦。唔怕啦，今日吼我先歸了。好。做先生吼，就是夠辛苦呢。本來啦，聽人哋送邀先生。好啊。再來聊啦，好。我貼片煮青豆菜呢。快些留下來食啦，下擺還有幾片呢。我要留菜跟你帶飯呢。太相信咯，聽說食得到的啦。好啦，你先入去喎，啊？唔怕啦，我可以就嚟นั่ง一就好了呀。好啦，今日先歸了。我生意啊！過好真了。冇事咱家，天天嚟車我，咱車位有米絲多。好啦。來，也個呀吼，咱最好是要按嘅，是解釋哈。哦。先生講嘛吼，而家成績本來就唔會差呢，喺做得啊吼，再3萬1頭，考上吉利太好啊，絕對冇問題啦。係啊，就算冇伊救咧，你哦，要認真調的哦。也有老爺先生講，要老人補習，你哦要達標啊哈。嗱，唔係生意嚟嘅，這個隔天要讀書就好好讀，唔想讀書啊，對中人耕田，係冇到聽下啲學問呢，冇問到個太細生意嘅人來笑。有聽到冇呢？有啦。先生講啊吼，喺藝術方面做得個再3萬4頭，一定做得考上吉利太好啦。
迄个像阿叔咁样啊，考上太太，安尼又迄面容嘅太死咯。好吃哦。故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故愿天下熙熙皆为利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。美丽，阿芳，美丽，美丽。美丽，你的衣服。哎，美丽，你要去哪里？美丽，你要去哪里？美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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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丽。哟，按做就放起来了哈？你条对视频出来喽？系啊。都在做，嘛喺路口最晚风景人啊，最细哦，佮伊好命哦。因为俺是哪要做这些？
嘛啦？桶还可以下啦。哪来啦？按紧做嘛嘅啦哈，系咪做嘛嘅亏心事啊？无啦。冇，按做就放下来，冰冰凉凉。一定有事情啊？无啦，冇乱讲啦。冇唔記得，基本下輪嘅散啊，我本來食啦哈。好啦。好嘞，啊！做你啦，佢都有都話緊我。阿爸，正條喎，正條誒！哦，好重哦！讓我按到獻工學生嘅，規身咧全部去解馬皮了。阿坤啊，考唔上過你太好嘅，做事習慣一定要獻工啊！以後一定向我唔來豁你哦。我有冇人做咧？有人考上太好未？我要上網讀啊！今日隨只考到哈。我先落嚟了。吃饭。哦。哟，阿凡，食得飯咧，書包個8點做乜干咯？安尼有乜介奇怪啊？書包又唔會重啊，吃飽就做嚟吃只粥，省時間啦。嚟翻飽啊！哦。準備趕時間哦，要搞有乜事情沒？阿坤啊，書包對邊邊咧買得咁等人嘅東西。係啊，阿凡啦，書包對邊買？看看。冇啊，整個課本冇買啲唔正嘅東西，我好搞咯。阿爸，阿爸，翻部填俾我帶嘢。阿公，我好搞咧。俾你哦。好。阿凡啊，阿凡，等一下啦。那個書包做乜啦？日嘅啦，同人拿去本雅欣賞啦，哦，愛心片檔本出面了，我做乜要搞拿？冇。哎，你當奇怪啊！突然聽說也有呢，阿姨啊。冇愛。安尼好啊，你少捱錢哦，慢捱，好啦好啦，拿就拿啦，拿來啦。啊，不用哦，叫會變態啦，不用養。唔會啦，
万一摕书包伫都变凶样的啊！嘛，个时间按上也爱书包啦哈。根本你最近拢奇怪哦，我跟最近唱阿伯讲嘅，底部嘛，无啦，不用迄了，过啰嗦呢。那比就黑啦。好啦，俺落去哦。我今日拿本机哦哈。好啦。饭条加奶，爱加本海，爱带来希望饭条加奶，爱加本海。冲山谷，山